今日我哋嚟到香港九龍公園廣場，突然間呢度將會舉行中國石化2024青少年及兒童成長支援計劃啟動禮。自2021年起，中國石化為香港290名低收入家庭嘅青少年及兒童提供成長資助，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長，為學童提供學業輔導班、STEM 主題活動及文藝興趣班，仲有中國石化駐港單位義工與學童組成師友結伴一齊參加全日營、半日營活動等。我覺得中國石化嘅同事咧，可以花咁多時間喺度幫我哋嘅基層嘅小朋友去貢獻佢哋嘅能力同埋佢哋嘅關懷咧，我諗係好好一件事。即係我哋過去嗰3年同中石化嘅合作咧，就非常之開心。我哋希望可以繼續落去，即係我哋新一期、新一批有更加多嘅即係香港嘅青少年、兒童可以喺受惠。我叫何思琪，你今年係第幾年參加我哋呢個活動？第3年。第3年啊！你3年以嚟，你參加過啲咩活動，同埋你有咩感受啊？奧數啊、英文琵琶之類嗰啲都有。你會唔會繼續參加至美有你呢個計劃？會。好啦，咁我哋係啦，一齊努力啦！咁我哋中國石化咧，亦都會繼續加油，幫香港嘅兒童同埋青少年成長嘅話咧，提供我哋應該做嘅貢獻。我有去參加過博物館，去體驗盲人嘅生活，同埋一齊去清潔郊野公園。我最中意去清潔郊野公園，因為公園嘅環境可以更美好。第2年參加完後呢，真的我覺得非常好，而且這個活動呢，給了浩辰很多機會，所以就增強了浩辰的一些自信心，所以我今年又參加了。今天很高興啊，代表中國石化來探訪你們。我就代表我們中國石化香港駐港單位的話，就準備了一點點小的心意祝你們一家幸福快樂謝謝。至美有你青少年及成長資助計劃嘅3年，中國石化共計捐贈420萬港元，受助學童共計參與199項活動，活動時數共6917小時，活動參與達31430人次。該公益項目受到香港特區政府、社會各界同受助家庭嘅廣泛讚譽，被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列為中企關愛進社區10大公益活動之一，並被中國石化集團列為2024年第2批10大社會責任示範項目。3年嘅計劃促進受助學童喺學業同興趣探索2大領域嘅加強同埋提高。多數家長表示，計劃不僅提升咗孩子們嘅學習成績，更為佢哋搭建咗展現多樣才藝嘅舞台。佢哋有啲成功踏入中央音樂學院嘅殿堂表演，有啲喺激烈嘅校際音樂節比賽中奪得冠亞季軍，亦都有孩子通過參與計劃開設嘅中樂班，建立咗對中華傳統文化嘅深厚情感。展望未來，中國石化以不變嘅初心履行社會責任，繼續開展至美有你青少年及兒童成長支援計劃，為香港青少年兒童教育事業作出應有嘅貢獻。